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昨下晡形成，气象局表示，因为苏拉的暴风壳仔较细，目前无明显的气流甲引带，会先伫菲律宾海面西一带，才加向北平。路线要等后礼拜一才会较明显。上近8月29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原本伫咧菲律宾东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，离时2点已经发展成做今年的第9号风台苏拉。伊即马是伫台湾的东南边，以1点钟时短6公里的速度向南西方向刷震动，有可能发展成做中度风台。未来大致上在菲律宾东方徘徊，到下周1之后呢，它的路径开始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，可能是会稍稍的往西移动，也有可能是稍微接近台湾一些。那在增强，有可能会来到中度台风。气象局讲，苏拉会先向南边刷震动，伫菲律宾附近海面调的遐细可能，结果再行向北平，因为伊的暴风圈较细，佫无明显的导引气流，在后礼拜日高压增强了，才较看会出伊要行倒一个方向。估计2到30上划台湾。礼拜天之后，如果说它这个开始有往西或西北的方向确定之后，就先发布海上，不排除发布陆上的警报。那这样的话，那其实对台湾就应该会有一些直接的影响。后礼拜2开始受到风台影响，东北部恒春半岛会开始落雨。若是风台离国较晚的时阵，西半部也会开始落雨。因若是伫关岛东北平海面上另外一个热带低气压，伫今仔日透早2点也增强成做第10号风台丹瑞。估计伊行对日本南边海面的机会是较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